伊朗今日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发动无人机和火箭攻击，这是中东情势升级以来伊朗攻击上强的一届。疾管署公布一个发烧兼见血球减少综合症，是北部70多岁男性。这款病透过牛皮传染，提醒民众去护我，就要包括安尼。一对白仔囝从通报找无人，却伫咧燕巢山坎找到83岁老爸已经无开，后生意识无清楚，附近有找到这农药罐和爱困药检方等咧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有一对姓区的白仔囝呢，和带伫咧彰化的查某囝报案，讲找无人。高雄警方最后伫咧燕巢的山区找到因两个。不过，这83岁老爸跋落山坎已经无开啊，也那这个后生是无意识也无清楚，奉送病院急救。警方伫咧现场发现到农药罐和爱困药啊，也那检方查验了后，认为后生列做被告，认为讲有帮助别人行底路嫌疑，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那个要下面，对，那个没有绳索下去危险。15分点，高雄的警消人员伫燕巢山区四界走找，随便找到这对姓区的白仔囝，不过83岁老爸跋落边坡，救起来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啊。后生嘛因为意识未清，唔知人送病院急救。警方表示，住伫彰化查某囝进前甲2人讲电话，感觉怪怪，落尾联络袂到人，就随报警。因为警方伫现场嘛找到农药罐甲爱困药感觉案情无单纯，随报请检察官来详验厘清死因，也互规个案情出现大逆转。帮助他人使之自杀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这对姓区的白仔囝是台中人，来高雄税厝食头路，对税厝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83岁老爸身体也真勇健，店家表示，阿伯逐工下晡拢会行去附近的红昏市买物件食。这阵仔无发现有各样，厝头家嘛讲，后生是做邮差的，白仔囝甲伊税厝2档，平常时斗阵啥拢真正常，厝税嘛拢照时间纳。爸爸你会较有啊，你等于算算讲就拢平常时安尼，他儿子的。带着去上班晚上有当时拢会正常时间到5、6点嘛回来。他们进出都从这边，所以几乎都会看到。从哪边啊？从隔壁的巷子啊？从这边啊，从他们后门就是从这边走进去啊。哦。对。所以你几乎。然后他儿子的摩托车都停在那边啊。检警表示，虽然后生清楚了后，讲因爸仔囝欠缴小才会想袂开，要做过行底路。不过警方无完全相信，会进一步调查，看其是毋是有替老爸买保险，想要诈领保险金。现在检方也安排19要进行复验，确认死者真正死亡原因。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中东战火，这伊朗今日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发动着这无人机和火箭攻击，这是中东情势升级以来伊朗攻击较上强的一届。中东的战火发生了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遭受伊朗超过1900架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啊！昨杜拜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油槽，互人击到呢，随来导火，也造成杜拜航班规个乱起。大火为杜拜国际机场附近油槽扑出来，几点钟天光了后，高高乌烟也阁一直冲出来，互这个中东上无用的空中交通中心阁一摆停落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民用航空总署甲国防部拢证实高拄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中东局势愈来愈紧张，阿联总统甲副总统16接见来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都共同谴责伊朗对保安国家的攻击，阁强调阿拉伯国家无发动也无参加美国甲以色列甲伊朗之间的冲突。不过，伊朗攻击无停落17透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搁一摆遭到至少5架无人机甲火箭攻击。伊拉克方面安全人士表示，这是美国以色列开战以来上厉害一摆攻击。民众翕照画面已经看到，当地防空系统哪查个拍到至少1架无人机，不过也是有1架拍到美国大使馆横khu内部，了后清除火势甲乌烟。面对伊朗愈来愈猛烈的攻击，当地民众是真烦恼。يعني متخوف انه ستكون الحرب طويله طول امد الحرب هو راح ياثر. فهناك اصبحت هناك استهدافات على الصعيد الامني لمقرات عسكريه ومقرات تابعه ل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الان التخوفات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خشيه من عدم توفير الرواتب للاشهر القادمه بسبب عدم القدره على تصدير.
伊朗副外长哈迪博扎德16日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特別警告美國，三數字遊行唔通出動地面部隊，按若無家己嘅限制困境。Look, even suggesting that a foreign country can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of another country, invade another country, occupy the land of another country, is something very much rogue, very reckless, illegal, and against all international law. 西方記者問到一直無出面嘅新任最高領導人穆吉塔巴嘅身體狀況時陣，哈迪博扎德是講伊正健康，而且咧掌權，是要釋出政權穩定嘅信號。不過穆吉塔巴到即馬依然無出來外界傳出，伊佇空襲內底受傷，人貼普廷掛車之一接受治療。不過伊朗方面完全無證實，莫斯科方面也無否認。公司新聞紅土梅報道。陸軍航特部602旅今仔日在屏東進行射擊訓練，也出現3種嘅直升機來展現戰力。另外，美國總統川普訪問中國時間要來延後1個月，咁會影響到對台軍事嘅進度呢？咱嘅國防部長郭立雄就強調，目前攏是按照進度，無通知有任何改變。機炮火箭彈對目標迄邊甲彈落，陸軍特航部602旅17日咧屏東來做射擊訓練。OH-58D 戰術直升機、AH-EW 超級目鏡蛇、UH-60M 烏鷹直升機3台小電線飛上天，佇咧戰場飛來飛去，展現火力，互大家看，啊嘛請民眾來看熱鬧。做更精準、裝備更好，或者更進步，我們充滿希望。國軍透過實戰訓練來提升戰力，嘛繼續向美國來買武器甲裝備。啊，毋過美國總統川普考慮到中東的戰爭，傳出甲中國講訪問中國的行程會延1個月，外界煩惱傳習會延前的影響台美軍事的進度。國防部長郭立雄揣陪會。那據我們了解，有關他們內部在審查的程序，就如期來進行。我想沒有接獲什麼有關支援的一些相關訊息。啊，那美軍即馬將重點放佇咧中東的戰爭，可能會了足儕彈藥，嘛有可能會影響協助中共的潰爛。郭立雄講，我方會繼續關心解放軍的動態。啊，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官員歐大林認為，台灣提出1.25條國防特別預算，是提升國防實力的好機會。台灣加上美國的專業知識跟一些技術，可以一起生產對台灣最有利的熱情通訊。然後打成這個最強大的擊殺鏈。針對無人載區佇中東戰爭的影響力，歐大林認為無人機、無人船的發展趨勢，即馬已經正做是大量生產，繼續開縮。對於台灣相關產業來講是商機，會當甲國際接接。記者綜合報道。春天時啊，唔管是要去陪伴或者是大操青龍，要特別注意。疾管署今日公布新增加一個發燒兼見血球減少綜合症，聽起來就是講會發燒見血球減少，是一個北部70多歲男性，最近無出國，也若這感染源閣當咧調查，目前人已經互管處醫咯。這個個案呢是住佇個較郊區的所在，這款病症主要的傳染源就是牛逼。提醒咱的觀眾朋友，若準備去到戶外，就要包較密的。過3天外，國內閣新增加一個發燒伴見血球減少綜合症，簡稱是 SFTS。疾管署17公布一個個案，是北部70多歲本國籍的查某人，最近無出國的旅遊史，本身有中風者的慢性病史。今年2月底出現規身軀攏無力的症頭，過2天去病院急診看醫生，因為發燒見血球加這個症頭帶院，經過抽血檢驗是 SFTS 確定病例，好在治療了已經好起來出院啊。這嘛是國內史上第3例 SFTS 的病例。除了發燒之外，它也有出現一些腸胃道的症狀，包括這個噁心、嘔吐跟腹瀉的情形。那所幸在這個經過治療之後，他的症狀也逐漸的緩解，也退燒了。那後來再去這個追蹤他的這個檢驗的結果，我發現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伊個案是住佇郊外，疾管署之前是會動地方的衛生單位，到個案的徛家做環境調查而且採檢，當中採到牛逼16隻，但是牛逼的採檢攏無病毒，感染源個釐清。疾管署表示講 ，SFTS 病毒的主要傳播媒介是腸甲牛逼，若是有病毒的牛逼加着，按做差不多是1禮拜到2禮拜，感染者大多數攏是發燒，想要吐無想要食，見血球加這症頭，目前並無抗病毒的藥會當治療，就算患者有可能會出現多種器官衰竭，致死率會當到3成。
我们会评估重度是国人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列为中度。疾管署提醒讲，这牛鼻国叫做北卡怪，主要是生产伫草丛，像哪只野外的环境。当年4月到10月是牛鼻活动的季节，牛鼻嘛有可能传播来蚊病和秋热这病。民众伫户外的时阵，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包括穿浅色、长黄的衫裤，使用含着鼻的蚊仔水等。若是出现疑似感染的症头，应该随去看医生诊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一搭烟仔站顶礼拜六发现到一只保育类的吉龟掉伫内面，而且佫甲这希望食落腹肚底。经过中华鲸豚协会手术抢救，有关是救无回来，这详细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真细致，甲保育类的吉龟放到塑胶箱仔内底再走。宜兰头城外海的烟仔站顶礼拜六透早，无细致掠到一只吉龟，马上通报海巡人员，因为吉龟甲铃仔接落去，无法度现场摕出来，今日当送去中华鲸豚协会继续解救。吉龟到协会了后，经过手术，该胃肠内底的铃仔摕出来有160公分长。不过协会表示，因为这个蚊仔掉伫体内真深，有一寡希望要是无法度清去清去。手术了后的90分钟，吉龟又是死去啊。是网就因为它太深了，那后室内视镜也没有办法再更往里面走了，因为它的食道是会转弯的嘛。经过协会初步抽血检测，吉龟的身体袂歹，不过因为食伤济铃仔，无法度家己排出来，是伊健康方面上大的问题。17透早，甲吉龟解剖，了解确定的死因。渔民如果捕获到保育类啊，我们就希望说渔民或者船东家这边能够尽速联络海巡。吉龟伫台湾防列入去第一支强要动植的保育类的成本，是全球体型上大的海龟的物种，非常的罕见。宜兰县府表示，渔民若无细致掠到保育类的动物，应该马上通报海巡，也是宜兰县府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即摆来到大水期，目前是水情真紧张。苗栗县政府今日也建议农业部和苗栗市的乡镇市1599公顷的早冬场，莫再引残，强制休耕，争取补偿，减少这农民的损失。若新竹宝山和保治水库欠水率也存无到3成，地区的厂商呢也启动自主省水措施来应用。若气象署也讲呢，就要等到5、6月啊，黄sơn河到位，水情才有机会改善。台湾目前伫咧大水期，苗栗水情紧张。县政府伫拜二建议农业部伫4个县镇市1599公顷早冬稻田停止放水，强制休耕，争取补助，减少农民的损失。另外，新竹地区水情无乐观，宝山水库甲宝山第2水库存的蓄水量拢存无3成，甚至地区厂商嘛启动自主省水的措施来应用。我们涉及到比较缺水比较严重的，包含公馆乡、铜锣乡、后龙镇跟头份市，这个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599公顷的一个水稻田，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比较缺水，所以这个水稻田目前可能因为缺水而导致后续的成长受到阻碍。气象署说明，目前还未观察到有大量的南边水汽入来台湾，拍算要等到5月、6月黄sơn河到位，水情才会改善。春天的雨的话，它并不是相对的量子并不是这么的多，可能还是要等南方的水汽上来，比较偏向梅雨季的时候呢，可能整个降雨的情形才会比较明显，水情可能也要到那时候才有机会缓解。另外，这几天拢好天，不过刷落来就爱变天啊。气象署讲，拜4方面通过，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开始落雨，为拜4落到礼拜，连续落4天。那到了23号之后呢，稍微有一点点东北风下来之后，在整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其他地方都是以山区的午后雨为主。不过整体而言，大致上到23号之后呢，西半部地区它还是以稳定的天气为主。气象署提醒，虽然水汽有较增加，加减有雨水，不过大水期会阁持续一段时间，嘛呼吁民众用水就要较省咧。记者吴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来看中华花坛有民众昨看到讲有10外公尺悬亲像加利亚风的现象，前气象局长陈明典就表示，这是一种含加利亚风正相像的气流，不过规模和范围拢比较较细。
规工风一直洗土沙粉飞上天，民众赶紧甲画面翕落来，话讲雷亚风来了。龙卷风就在我面前，第一次看到，在台湾第一次看到龙卷风。头一摆看到这画面，这民众当然是袂当相信。昨日下晡，我郡中道中华花坛有民众就伫这大餐厅的空地啊，看到这个现象，规个土沙粉啊，抑个叶啊，拢总架起来，我要10秒钟。伊讲迄当阵是好天，煞出现安尼景象，实在是想袂到。拄来无，拢还未来，我拄来看这山桂花，要来偏一远，现在向用怎起风都变龙卷风，20-30秒有哦吼。我都有怎准弹起来。突然的啊，这种突然的啊。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讲，这号做丁光风，看起来哪参像是雷亚风，毋过这毋是雷亚风的一种。两款产生的原因嘛无同，丁光风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日头照在土骹，我郡土骹的空气快速升温造成的。它跟地面的加热密切相关，就是要白天这个加热，地面相较于我们的空气变得就是温度差距很大的时候，这是一种直接的热空气的对流，不需要凝结但是这个空气一定要够热，它才会有强烈的对流，才会有这样的旋转出现。陈明典讲咧，这个丁光风大部分会出现伫咧大好天，而且是伫咧空旷的地面，这个范围甲规模拢比雷亚风更较小。有当时会甲一寡营业抑个物件架起来，受可能造成伤害，建议民众嘛是爱保持距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基隆有9成以上拢是山坡地，即马呢，这基隆市政府在今仔宣布讲要调整天然灾害停班停课标准，24点钟的预测雨量对350毫米降低到200毫米，也有新的风险管理机制，咱做回来了解。最近几年是拄着风台来，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互基隆的雨量是创历史新高。山区嘛一直传出土少落到来的灾情，所以因为无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引发关注。考虑到基隆9成以上拢是山坡地，为着降低因为极端落雨造成交通断气、通勤无方便这问题，基隆市政府特别找专家学者来讨论，决定对现有的制度来做调整。甲24点钟的预测雨量对现行的350毫米调做200毫米来做判断的规范。它可能会造成土石流、边坡的滑落，会影响的整个不同的状况。去跟中央了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放假是跟其他是不太一样的。那后来了解了是可行的。附近好，你看瑞芳可以到292旁边，因为为什么会讲瑞芳？因为雨下到瑞芳，水往哪里流？水往中正区这边流，所以中正区会淹水。好，暖暖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雨量各种不同的情况。专家分析，基隆若是拄着风台和东北季风，各地区的雨量分配无同，建议会当分区来处理。市府因为安尼，特别导入分区判定、分站启动的风险管理机制，分区有春秋来停班停课。如果说有这个放假的标准降低的话，对一些就是住在山区的人，生命会更得到保障。下大雨好像不要休息，有时候出入都屋顶上会掉什么下来啊？对市府的做法，基隆市民普遍拢认为讲是真有必要，因为大雨的灾情对住伫边坡也是山区的市民危险性是特别大。市府强调讲，基隆的大雨、超大雨事件已经是常态化，确实有必要来调整和湘北、桃园联动的这个机制，保障民众的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雾峰这间花梨港铁场呢，和附近的居民指控讲，这是农地违章起的工厂。虽然3年半进前呢，市政府有下令停业，不过竟然还搁伫咧做生意，还搁伫咧运作。记者表示讲呢，因为这厂房用地无通摕到特定工厂的登记，目前当咧找这行政救济。那台中市政府是讲，已经甲因罚177万啦。工厂的作业是轰轰叫，工人无用伫甲钢金属型含加工。伫台中市雾峰区的花梨钢铁厂，和附近的民众指控讲是农地违章工厂。2022年10月，早就已经和台中市政府下令停工，但是甲打搁在营运，最后一直检举真正拢无结果，大美市府是拍假球。陈情的控诉只换来一个单位推一个单位，请问台中市政府，你们为受害人民做了什么？市政府，你们停止运转了吗？打假球，有公文勒令停工，实际上他只要再继续
罚款就好，只要民众检举就罚款，没检举就没事。指控的民众和环保团体17召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经发局2月才拄公布查到571间无登记的工厂下令停工，所以花伫钢铁厂底下继续舞，要求随提出公权力对于断水断电。日控今年创立的花伫钢铁厂房占地是1200平，目前员工差不多20个人。业者强调讲，厂房的用地确实是农地，而且伫水利署OK流域占细景市区内面，才一直无法度摕到特定工厂的登记。日控2022申请立管后壁都互市府下令停工，目前在做行政救济，而且找其他用地。政府有那个热力停工，但是我们也有去寻求自力救济啦，他们也都来开单啦，我们也是有去付这个罚单啦。老板也说去找一块地合法的。王小姐和款团拢呼吁政府爱负责的辅导业者搬迁的责任，而且限期来拆除建物，无因无摆度继续抗议。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顶礼拜举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投票，敢若国民党、民众党推荐的人选通过，这民进党推荐的3个人拢互否决。行政院长杜永泰在今仔日表达不满，佮讲会送另外3个人的名单。那北党团也批评杜永泰讲，这独立机关的人事案无应该摕来调野协商。补送3个名单，我愿意补足程序，让你们补足诚信。不完情绪看现现，行政院长杜永泰批评立法院南北党团无信用，因为顶礼拜立法院行使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民进党推荐的3人选拢互人否决。杜永泰讲，调野本来答应互相尊重，全部通过，到表决的时阵却无照片照行。上个礼拜2就在后面的小房间，我特别再跟韩院长讲一次，这个名单是3个党团推荐，全部送出来的，我希望能够全部的通过，要维持过去那种大家互相合作的诚信。对，所以人选我们会再重新做各方的考量。不过，国民党团批评杜永泰讲法是想要用政治的想法干涉制度，佮讲独立机关的人事案无应该当作调野协商的条件。民众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对中选会人事拢是依法审查。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依法来审查，为中选会选出最合适的人选。难不成卓荣泰院长他提名一个西瓜，也要我们立法院吞下去吗？另外，南北党团嘛以人数优势持续卡今年度总预算，目前敢若先予新型计划动议案过关，包括 TPS 生育补助、治水防洪等38项，金额差不多718亿。虽然行政院批评无符合宪法甲预算法的规定，不过因为传出年底选举民生压力，府院决定上近3月底开始执行。如果没有这些计划，您就不会做事了吗？没有预算当然不能做事啊。我们马英九时期，我们的总预算只有1兆8000多亿，到了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高达3兆的预算，去年就已经差不多是这样的规模。现在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比马政府高多少？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杜永泰无直接否认团税，不过讲718亿敢若占总预算的2%，预算若是互人切割，会不利国家整体发展，认为无应该开这个先例。同时嘛，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通过规个3条350亿的总预算案，才是正确。记者采访报道。文化总会伫今日召开会员大会，完成改名听书，甲中华文化总会引起名称对 Chinese 改做台湾，来清楚呈现台湾文化的定位。联电创办人周兴成进前有表态，呼吁着爱改名，也坚持要撕掉中华文化总会执行委员，因为是伊认为讲呢，唔是改英语名尔，连华语的名称也着爱改掉。刘彩琴期甲台湾的传统歌戏搬去巴黎，无讲你个掠准讲在台湾。其实这是2当前文化总会伫咧巴黎文化奥运真成功的文化外交，引起侪外国观众关注台湾。文化总会伫这几年成功行销台湾，办活动甲台湾推出去国外。但是中华文化总会名也不是引起外国人的误会。文化总会伫3月17正式甲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称对 Chinese 改做台湾，希望安尼外国人就袂
会听甲无啥啥。今天的会员大会向会员做一个报告，通过决定要改英文名称改成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那刚刚在会场里面做完报告之后全体会员也鼓掌的通过。英文的名称改做台湾，不过中文的名称目前无变动。真电电创办人周兴成顶日就捌公开呼吁中华文化总会爱改名，或者台湾文明促进会，也是调文化总会执行委员的工作来表态。像我在刚如果可能吞并掉，台湾呢，你一定要多讲台湾，不要再讲什么中国、中华，尤其是这个文化总会是总统做会长嘛，更应该把这个证明了。对于中文名称的变更，因为这涉及章程的重大变革，所以我们要依据人民团体法的规定。那如果有会员提出，那也会由会员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来做讨论。文总伫礼拜二召开委员大会，文总会长总统赖清德也表示，文总这几天持续提升台湾的文化实力，积极和国外交流。就咱拄结束的台湾灯会，就邀请日本驱魔师傅来台湾，还有日本敢若是恶魔也伫台湾引起轰动。文总表示，改名了后会继续透过文化来建构台湾的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吴家宝台北报道。昨有查甫人伫机场接运的便所内面烧纸，前检员摒扫时阵发现着火灰，随来通报，警方有抓着人，不过这嫌犯拢无交代着伊犯罪动机，目前已经甲送办咯。那台北接运的警安站呢，有这旅客翕到一个查甫人伫柜台顶头食电子烟，人也有吹到，相当会罚1万块。不准吃东西，不准抽烟，都是检疫局规定哦。警方迄日水平提醒查甫人结婚的坐车小姐，因为伊伫柜台食电子烟，让互旅客翕来引起议论。有的人他可能不会想要吸到那个味道，加上可能观感也不好，很夸张啊，就是很不尊重别人。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啊，更何况在捷运站上是不能吃东西的。非法食薰是伫北捷警汉站25岁涉案的查甫人，报告捷运站大禁令15下晡5点外，伫外台等车时阵当庭食薰。隔天16才登到捷运站，向站长甲捷警来承认。电子烟就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任何地都是不合法。他们相关违规行为人的记录来我们这里，我们才会开罚。电子烟是属于类粉品，伫台湾也未合法，若使用行为部分伫外口内底拢违反危害防治法。北捷公司将专案移请卫生局来处理，罚2000块起跳，相关应罚1万。敢若是新北市已经罚超过600件。刚你是在那个机捷那边烧东西？大众运输系统常常出状况，台北有查甫人伫16早起10点外，涉嫌伫机捷便所烧纸，清洁人员摒扫伫地板发现，马上反应，警方伫北车地下街抓到涉案30多岁嫌犯。在地区地下街内发现犯嫌，过程中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及财物损失。面对警方询问，伊是黑白讲无交代犯案的动机，依然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为违规食薰到违案行为、涵盖行为连续发生，大众运输乱象未少。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建立性别平等、友善生囝，还有带囡仔这场环境，劳动部和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办理性别平等工作法的时薪咨询服务。那种劳工有新或者是有性别歧视记录的劳工呢，会当在线顶含这律师来咨询。今仔日开放注文4月初1正式开放。伫台湾，真侪家庭的是大人，还是适龄者，居家照顾的工课大多数拢是请义工来斗3工。不过，伫咧真侪当前，一个义工伫咧中部照顾行动无方便的雇主，义工后壁是伊无法度阁做落去的理由离开，互雇主甲告。考虑到义工和律师伫咧无共所在，迄当阵的法律辅助律师是透过时薪提供服务，互伊了解状况。曾经有法服的案件是透过线上的方式，让我先去跟我们的当事人恳谈。当时一则语言不通，他的甚至于交通的往返也比较辛苦，咨询的部分确实是有其必要性。若是弱势义工伫工课场内面，受到工课场有心机时，要互伊顾囡仔留一天薪，性别无平等待遇的女性劳工，无确定拄到的代志是毋是受不当的对待，甚至毋敢向政府来提出申诉。法服的律师认为讲，一个有兼运输专业的时薪咨询专线，会当随来提供协助。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工课场性平案件的统计，超过50成的女性劳工有感受过工课场的有心歧视，差不多有2成8是家己的经验，有4成3遮尔济有意愿来
来申诉，所以烦恼讲身份会漏失，还是留长落长，结果无去做。初步今年开始跟法服合作，我们预估是可以达到超过600件。这一次也运用了法服本身的资源，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编列200万的行政预算。目前在本次开办以前，我们已经办了2场的律师专业教育训练，有33位律师已经加入我们的咨询律师提供的行列。法务基金会强调讲，实行咨询服务是事成预约制，大概40分钟，时段是每礼拜2和拜4，早起9点到12点半，和下晡1点半到5点。17开放预约，4月初1正式运作，民众嘛无需要负担相关的律师的咨询费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世界棒球经典赛，有真侪台湾人拢会去到日本的东京大巨蛋为台湾队加油。桃园呢，也有2个消防人员因休假去到日本看比赛，坐地铁的时阵看到一个查甫人昏去，随去斗相共救人，展现消防人员的专业，受到众人的恶乐。用练等的日语甲查无员对话，时间真宝贵，因为即马即个日本男性休向昏去叫袂醒。来自台湾的消防人员虽然人伫日本，依然发挥救人的精神。门一打开，然后就突然有个东西这样碰，就这样倒进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就是怎么叫他，然后疼痛刺激都没有反应。有摸到还有脉搏，我就用日文讲说还有呼吸，然后心脏没问题，感觉就是应该是酒喝太多。在球场翕相留纪念，伊是张永维，伊伫汤市消防局龙潭分队食头路。代志发生的迄天，伊是休假去日本旅游，看 WBC 经典赛。比赛了后，坐地铁回去，伫新田站看到有日本人昏去，马上协助甲人扛去月台，初步做生命现象的评估。伊会晓讲日语，也互后续的救护真顺利。因那加入这站救援的，也有伊的女伴，同款是消防人员的杨玉秀。像平常一样，就是先确定他的有没有呼吸跟脉搏嘛。如果没有摸到的话，就是我们会直接是做 CPR 这样。急救没有分在哪个地方啊。然后如果看到有民众就是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本能就是会想要主动去帮忙。2个人伫外地面对熊熊发生的状况，完全无丢毒，协助完成跨国的救援。因真谦虚，讲就是本能的反应。即马经典赛拄煞过，毋那热情的台湾奥运团片东京巨蛋，2个人徛出来救人的行为，也展现台湾消防人员的专业甲帮助人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本地伫咧4月要来推出健康码，民众若准去注疫苗做监证、体检，就当换点数去运动或者是买这健康的商品。不过也因为这南北党团的甲总预算卡掉的，这个政策到当是无实无实。为着要鼓励个人做健康检查，卫福部捌预告要伫咧4月份提出健康码，未来只要做疫苗、接受监证的体检，就当扣点数或健康商品，免费去运动场所等等。如今却因为预算的问题，进度卡掉咧。立法院因为在去年没有审查今年的这个总预算，所以呢，按照这个规范呢，那么只能在去年的预算的额度里面。那么去先执行，那么并没有办法有新兴或者是预算的增加。原先卫福部计划开发新的平台，不过因为无经费，改当沿用原先的建设性系统来转型做健康码 App， 希望4月份会当向外界说明。我们目前都按照我们原本的期程在规划进行当中，到适当的时间，我们会记者会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做说明。他们没有新的经费去建置一个新的平台，所以他们只好去用旧的平台来做沿用。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说，健康币它其实只是目前预算没有省的冰山一角而已。公民监督联盟指出，目前新兴的计划有2000多亿的预算也未审查，内面是有包括疫苗论性计划、体育预算、各项装备。因认为若是继续动总预算，人民的权益就一直受影响。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到台南的官店创校超过1甲子的阳明工商，最近申请对115学年度开始要停止招生，未来会甲这校地学校也个资产拢捐予台南艺术大学，这是私立的高中职校产捐予公立大学的全国头一个。学校也强调讲，这学生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以乌型棒球队出名的阳明工商，因为乡土化，学校17中昼召集学生宣布，规划115学年停招。伫所有学生毕业了后，会将校舍、校地这资产捐予台南艺术大学。
学校也强调，即卖学生拢能顺利毕业，棒球队仍继续比赛，学生的权益也完全未受损。不是说要倒闭的才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哦，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对象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并，永续发展。永明工商伫51年创立初中，60年改制高级工商职业学校，经过一甲组，伫114年有8个学生，拍算为115学年停招。学生毕业了后，将校产捐予南艺大，也加做私立高中职，捐予公立大学的全国第一例。南艺大希望未来能推成台南市第一间艺术高中，栽培更加多高级授课等各种艺术领域的人才。我们可能将来就是会优先做一贯制的模式，艺术的养成教育是需要比较长的，整个人才是有系统的被建构，其实是需要靠正规学制去做。南艺大校长柯尚嘉指出，即卖古迹历史建筑特别3000个文化资产，无正规学制来养成专业人才。未来由阳明工商来关证，会互办学方向更加明朗。教育部表示，校产捐赠的代志也无进度，依法事后若免继续办落去，学校法人应该报学校主管机关核定了后来停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是六都唯一无捷运的都市，目前有规划6条路线，拢伫咧溪南地区。在地机关认为讲，安尼线规划无够公平，也拿台南市交通局讲会搁再评估。透过模拟画面，看到台南捷运采用高架单线系统，真有现代感。进度上紧的第一期南线，北平队代替大桥站开始，顺行到第一线一直到东区文化中心。这条代表台南交通第一条的路线，按算今年底动工，2032年完工。不过这北交通难度，看伫溪北乡亲的眼内，拢好着溪南，无照顾到因，互因真怨叹。增加热闹度跟小朋友也比较方便。年轻人可能有机会再多回来这边，知道台南市区它就是会塞车，所以如果说有捷运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边大约就可以缩短我们的那个车程？台南市6都当中唯一无捷运的城市，市府目前规划6条路线，总经费要3528亿。日前议会审查立线案的时阵，溪北的议员拢压起来，美讲溪北人口40多万人，捷运线是无半条来吃，感觉资源分配无公平，挂高一平。面对议员的批评，交通局回应会伫中长期的计划当中搁做评估。愈来愈稀微，变成悲情的城市。阮较上会开，人口数反映的上少嘛要1条。含1条规划个无，难道阮爱牺牲吗？西北的捷运路线属长期的一个路线范畴，将配合本市捷运进程，适时的进行相关规划作业。学者指出，虽然溪北有40多万人，不过爱先看这骑街敢有线时，安尼就跋到结市，形成一条捷运的路线。伊建议即摆爱先靠公车甲 U-Bike 用车班甲巴来培养乡亲者公共运输的关系，等运量有出来，安尼去捷运才会好。使用养成这种量去使用公共运输系统，那未来如果量在成长的时候，就捷运的一些可能性就出来了。这位民代提出，溪北地区上少规划一条捷运，铁路高架化、加公车捷运化，定诉求爱放入去定期会讨论。伫市府答应甲诉求纳入评估了后，捷运立线可行性案才顺利通过。台南捷运要安怎照顾南北两边的诉求，这是市府未来真大责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去年，国光客运退出到婚林西里转运站，即马民众拢爱去到交流道附近坐车。经过地方的争取，包含统联客运也个大西客运总来签约啊，要伫咧西里转运站设站咯。17早起差不多8点半，统联客运驶入西里转运站，准备载客要开往台北。去年9月，国光客运退出西里转运站经营了后，总算和统联客运接手，加设西里转运站来停客。当地民众拢表示赞成。时间若会拄好，就拢会坐啊，会做那个到北部的啊，算较方便啦哈。对啊，比较方便啊。不然要跑到那个交流道那边啊。我们是有考量到接送的距离的，对，这边就会比较方便这样。民代表示，因为国光客运去年退出西里转运站经营，民众反映要坐客运就爱去到西里交流道遐坐，真无方便。才开始协调交通部公路局甲客运业者，经过坐届会议讨论参详，
16正式甲客运业者签约，加设赛地转运站，希望改善赛地公共运输的服务。是从安全、便利、尊严来做升级。那这是让大家已经殷殷期盼许久的一件事情。那也因为大家的愿力，然后国产署在合情、合理、合法调降租金，那公路局大力支持，像西螺镇公所也大力的来促成，包括统联、台西以及员林客运，有他们的协助，才可以让我们偏乡的一个运输可以非常的顺利来进行。赛地镇公所表示，统联客运进驻赛地转运站了后，包括要坐国道路线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甲屏东的民众，拢已经照时间到赛地转运站等车。目前逐工会停7个班次，嘛要积极争取经费，让赛地转运站提升更较好、更较完善的公共运输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园林北部一阵的黄花红柠檬呢，去年花是开甲真旺，不过今年却是无开遐济。除了去年呢，这热天有风台含大水雨以外，当地民众也即期讲是受气影响到因的成长。那农田水利署中华管理处就表示，会找专家来到现场了解，看敢有需要改善。金色的花蕊照伫水面，互遮变做黄色的棚空，阁成一大堆人来遮看花。这是中华园林的北部一圳，去年3月是黄花红铃木开甲满满是的景象，但今年却互真侪人拢感觉真失望。差不多5-6分年啊，开抓拢无开。上个礼拜还可以看，那这个礼拜就已经都消失了。树仔顶悬的黄花剩无几蕊，遮侪树仔甚至敢若剩树枝，连叶仔拢无去啊！附近的居民讲，本来期待去年开甲真水的情形会当阁出现，但是今年的花况差不多敢若剩去年同期的4成左右，推测有可能是受到去年风台和7月大水雨的影响。另外，种伫树洞嘛是其中一个原因。一树仔囝啊，当遐面要大水大去，嘛个这高压管吼，水分拢找低，伊这款啊爱水分再发炎。现在已经不太喜欢用一个一个的植栽穴，台湾早期使用一个一个植栽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台湾呢的树木都是随便切根比较多，那如果我们用一个一个植栽穴的情况之下，它的根容易盘根，那有时候会串根，让树木有时候就因为这样衰落。枯损都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金凤春表示讲，确实的原因，搁要进一步来了解。不过，种伫树洞并不是对树仔友善的方式，建议改做连续性的热带的种植，加大菌系生长的空间来改善。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讲，会尽量较紧来回看。已经有去接洽那个林试所那边的一个树木的专家，会请他们最近会过来看。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用树穴种植的一个因素，造成它的一个根系的发展受到影响？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讲，北部一圳是对2017年开始分段来征收，在2020年间陆续完成。在迄当阵，就是采用这款设计，嘛较紧和专家来建议，看有啥物改善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火金菇上届这时阵通常是4个月啊，全台湾有50多种火金菇，这南投就31种。县政府有推出真侪火金菇的活动，要互大家来熟悉。火金菇是环境指标的生物，因为介意清气的水质、无农药、无光害的环境。南投县这几年来维护生态和农业的有机化，真正有成果。也提供火金菇真正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推广呢有机农业，还有就是那个栖地的复育，再来就是还有就是尽量降低光害。差不多是伫6:50，早啊到7:50这个时间，阮三马溪有甲你准备迄个红光的火，迄个手电筒，互你使用，较袂去影响到咱的火金菇，来就是讲时间一定要聊好，因为阮的火金菇足紧就回去厝休困啦，所以呢，你一定要准时来甲阮的集合地来去参加咱的导览。南投县政府表示，南投会当看到火金菇的地点，包括到日月潭、德山六股、北港溪、二万台这4个风景区。生态专家嘛提醒，民众要看嘛需要守规矩。第一，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尽量穿鞋、长裤和穿布的。第二个，莫影响到咱的火金菇，莫用火去甲烧嘛，莫用手去甲拔。第三个，尽量参加咱在地人在带
导览的团，因为伊较了解咱这个环境的状况。今年的4月到5月是国内看火金菇的季节。全台湾目前火金菇有50几种，南投就超过30种。南投会当讲是重要的基地。南投县政府嘛释出导览，结合旅游、带案、抽奖的活动，邀请国人来南投佚佗。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的态度有落软，目前有几个国家挺好通过。那国际油价也已经落3%了，而且国际能源总署宣布要提4亿桶的建备石油先予亚洲来使用，改善各国因为中东战事所造成的成本。那菲律宾为着要减少民众的压力，因为总统小马可仕就讲会大声发现金的补助予运输业的人员。伫15，国际能源署阁一摆加强力量来公布讲，4亿桶建备石油的市场投放顺序是先予亚洲市场，到3月底才开始供应予欧洲和美洲地区。另外，国际能源署嘛表明讲，可能阁会放出阁较侪建备石油，阻挡各国因为中东战事造成的成本。In terms of you combine them, there will be still over 1.4 billion barrels remaining, which means we can do more later as and if needed. 中东战火扩大，造成全球燃料的价小大起。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有高达98%的石油是对中东来的。到3月中，菲律宾燃料的库存暗算干那会当冻到4月，加上当地油价伫几礼拜以来已经分段调起，柴油的价小已经得要到达讲升100倍数，差不多台票53块。后民众讲得要制作袂掉，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始找替代方案，但是伫这进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是向几百个交通运输业的人员发放现金的补助。Ito talaga yung pinakamalaking presyo ng gasolina. Dati hindi naman ganyan. Naabot ko mga 11 pesos, 12.50 ganyan. 另外，伊朗控制荷姆兹海峡已经对进前全面封锁，到最近变较好，甲封锁的对象缩减到干那剩美国和以色列。14，一只挂印度的国旗，而且载9.27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已经过荷姆兹海峡16的时阵到印度。消息一出来，互国际布兰特原油的价小落落来，来到达桶101.5亿美金，落后差不多3%。但这一间航运业者嘛讲，顺伊朗的态度放较软，但国际保险公司普遍拒绝承保荷姆兹海峡的相关航线，就是讲无法度代表航运市场会当随回暖。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世界赫尼大不奇不有，伫咧纽西兰有一种鸟头鸟鹦哥，伊生做亲像鸟头鸟，却是这世界上唯一袂晓飞的鹦哥鸟。而且呢，因拢无啥物伫咧生态强要断种啊。不过有科学家发现讲，因爱食的树脂今年发甲真济，却引起因较愿意探种。伊的面大大的鸟喙，要拍鼓相款的叫声，这种特别的鸟仔是纽西兰的特有种。后鹦哥，因是全世界唯一一种袂晓飞的鹦哥，大部分伫地面上生活，也用脚爬到树顶来饲食。科学家计认为讲，因行动真慢，加上真少伫探生，所以讲伫野外存活的机会是真少。伫1970年代，更加敢若剩50只，尾仔伫科学家努力下，才勉强转来到差不多200多只。不过今年科学家观察到讲，因爱食的毋过今年产量真充足，可能引发因探生的一大兴趣。But when there's a large crop developing, they somehow tune into that, and the males all start booming, and then the females will go and mate and go away and raise a clutch of chicks. 后因哥要探生的时阵，必须要确保食物来源充足，所以讲必须爱因当作主要食物的纽西兰。若均常大量结果时，才会进入探生的状态。所以讲每一摆交配可能要等至少2年到4年，毋是讲逐年拢有机会。So we do what we can to make sure we don't lose any further genetic diversity that we currently have, and we manage that carefully through having the best matches possible on each island. 正是呢，探生无简单，科学家伫后因哥探生的每一个步骤拢真小心来监控，毋若架设录影机来看即个树内底情况。甚至啊用模型的机卵甲鸟母生落来卵甲换掉，真正卵是摕转去实验室去孵。等壳子要破时阵，才佫送转原本的树内底，就惊这中间出现意外。科学家希望就有即摆真罕的探生期，会使互更加多将鸟仔顺利生出来，互伊的族群更加增加。公视新闻由派存编译。
来看法国的诺曼底圣米歇尔山是一个设伫咧海上小岛的修道院。上千年以来呢，经过建火、结冰，抑个大自然，虽然看起来也是真水，不过内部的结构已经出问题了。即马法国也要进行修复，或者当年有300万人来遮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重现伊的面貌。 透早，圣米歇尔山顶直升机来回运送营架。这座伫咧法国诺曼底圣马洛湾的海上小岛，是以山顶的中世纪修道院出名的。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捌经历过战争、火灾、甲百外吨的风雨侵蚀。不过，当年吸引300万的游客秘境背后，所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Due to the erosion, the joints are gradually deteriorating, creating a crack in the stone and masonry that water can penetrate. 较长的这个已经无法度对外开放，因为花岗岩受到水分甲青地的影响，已经变质。那地面出现壁唇，较长内底壁嘛变做是青色。其实自1874年开始，法国政府甲这制定做历史遗迹了后，就展开百外吨的修复计划，了后嘛继续投入资金。像讲2021年，法国启动3档的修复，就是针对修道院壁面的石角，还有北墙海风的侵蚀问题进行整修。传讲千多年前的8世纪。 就是因为大天赛，米歇尔对主教奥贝尔显灵启示，才会起伫遮。拄开始，敢若是岛上的小教堂，尾啊起做修道院，捌遮做是中世纪3大雕像的圣地之一。This treadwheel resembles exactly the one used 1,000 years ago to lift the rocks that the boats brought to the bottom of the hill. The men would walk in the treadwheel, which would in turn push a trolley up the ramp. This old trolley here could carry up to 2 tons of stones. 迄时建筑用花岗岩，是为30公里外。 小泽群岛伫咧海中的时阵，用白底船运送过来。伫咧欠缺现代机械的古早，要起遮尔大间的建筑是足大的挑战。也若伫咧法国大革命的时期，这座圣山捌改做是干角，虽然有一段黑暗的历史，不过嘛，互这个建筑物保存落来。即马包括市长、神职人员在内，大概有30个人长期住伫咧遮。要维护这座受保护的古迹，挑战嘛真大。任何一块石头，也是色水改变，拢都要经过足复杂的审查，也若无停困的维修，虽然是这座圣山真沉重的负担，嘛是经过1000年以来人民对古迹永续的承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8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8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